翻趟頻道啊，前邊咧就係啟德青年運動場啦。冇錯啦，我今日咧就去咗啟德區呢一度。咁大家都知啦，啟德體育園咧都開咗呢一段時間㗎啦。咁啊，開過演唱會啦，又做過唔同嘅項目。咁其實除咗呢啲之外咧，佢嘅場館入邊咧好多運動設施咧，大家都可以 book 嚟使用㗎喎，包括乒乓波啦、羽毛球啦、籃球啦、足球啦，仲有一個咧就係跑步啦。我今日咧就 book 咗去一個跑步嘅 session 係免費嘅，要成為點樣 book 到佢咧？首先要成為啟德之友，咁你上網咧登記咗，然後咧就可以咧去 book 佢啲設施嚟用噶啦。至於跑步咧，佢分為3個時段嘅，上晝、中午同埋夜晚。咁上晝同中午咧係免費嘅，只係夜晚咧係因為着燈，所以收翻15蚊一個鐘。好，咁啊入去跑步先。嗱，俾個 QR code 嘅掃完咧，就開始咧進入佢嘅更衣室換衫跑步啦。都大下嘅喎。更衣室入邊咧係有 locker 免費俾你使用㗎。嗱，換完衫咧，我就出咗嚟球場呢度啦。咁啊，同其他市政府球場差唔多啦，俾人跑步咁。咁應該呢度係比較看台大啲啦，個場就靚啲啦，咁寬敞好多啦。免費啊，真係冇得頂啦嚇！好，咁啊玩下先，水樽都唔使帶啊，有晒飲水設施。好啦，我而家咧就喺度 brisk walking， 係啊，我唔跑步嘅，因為跑步對於我哋嘅膝頭哥咧就要求大啦，我做唔到嘅。咁啊，今日都幾舒服，因為個場咧其實佢都係近海邊嘅嚇，因為佢都係對出係跑道區以前嗰度。咁一路行咧，都有風吹埋嚟，好涼爽，好舒服。咁啊，同埋啱啱好彩喎，而家又有嚿雲遮住咗喎，咁所以咧就唔係好曬。咁啊，周圍環境都幾舒服嘅，真係冇得彈。